我係改峰，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啲，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暗上風法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峰，今日呢節目唱到一隻教宗。當特別的教宗，咩當好教嘅教宗，嚟到呢節目當中來。呢隻教宗呢，很多彭明君教宗，彭教宗係太平國社會嘅教宗。太平國社其實係一隻當神奇一隻學校，佢邊因為當到地方做得談到嘅一個大平國小，到底係200年嘅無困樣。首先呢先請嘅教宗。留嘅觀眾朋友大家來歡迎好呀！好，主持人好，還有你全國嘅客家鄉親，大家好。嘅校長，我都喊教宗啦，因為帶頭教嘅前太做教宗吼。帶頭教。因為太平國小吼係一隻當特殊嘅一隻國小，佢專門開發嘅一隻特別嘅教育嘅方式，就請教宗來談下呢一隻多元智能教育咁樣嘅一隻係200年嘅一隻想法。當然都有興趣嚇，對太平國小啊，太平國小係一個開放學區、開放學區，然後多元智能嘅學校。呢個係多元智能嚇，講嘅係一個學生啊，係一個人，佢嘅能力嚇智慧不只是有一種，呢一個人身上有8種嘅智慧。就是說語文智能、數理邏輯智能、藝文音樂智能、空間智能，總還有8種。不過咧哈，一個人身上有1種到2種啊，強項，我們叫做強勢智能。所以太平學校是係用學生嘅大概學生嘅用嘅強勢嘅智能來學習。講到嘅強勢智能，按樣一隻想法，變到嘅一隻學校當國社會一隻學校地位，佢係樣嘅去判斷講。一隻學生嘅一方面係當強勢嘅，另一隻學生嘅另一方面係佢專才，呢樣係相關兩個事情。你問到要當專業嘅問題。其實呢個答案哈，這個答案我都有很理解。不過啲學生嘅學習嘅時間，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大概可以略知一二。比如講下課，學生嘅動好，點解養個蝴蝶，喜歡觀察，這個自然智能。佢對花草草動有興趣，這個就是自然智能。佢有啲人哈，佢下課學校有一張迷宮，方向感很好的那個空間智能的。那有些人很文靜，可是他對朋友很關心，人際智能很好。其實線上度我哋學校都會了解下哈，線上了解下我哋都貼片同佢溝通，先溝通過，尊重觀察每個孩子的優勢。一開始講到嘅教宗吼係帶頭教嘅啊，因為嘅彭校長吼講真件就係。當特殊一隻教宗，因為我哋唔要8種呀9種嘅幾條1年嘅一隻證照，錯冇？所以唔要按樣嘅方面嘅專才，當到不同嘅方式去拿到嘅街頭藝人嘅一隻表演嘅一隻方式，因為要按樣嘅奇怪想法啦，語言咯，教宗留嘅。即係啦，幾條語言是同佢教嘅，呢樣嘢合到強嗨咯。因為哈，我其實係差唔多6年前，我才開始接觸到音樂。以前係音痴哦，唱歌唔曉唱，冇辦法樂器。嗰下係因為我做主音，做主音是教宗之下線上之上嘛，當到業務嚟做，當辛苦啊。我常常做到暗晡11點1點，學校幾吧，因為呢學校貧賤當多哈，後來做哈啥身體反應，就是身體非常不舒服，失眠、焦慮、憂鬱症，過了1擺，當嚴重是帶染，住院5天哦，眩暈症，起唔起了，網絡體內起唔起了，當嚴重，開始係我思想，哎呦，永遠走唔得啦哈，人生是自己的，還是要找出路，還是想冇樣可能我都是學音樂，每一天學音樂係任何一條路啦。
是另一种出路，心情的出路。好，所以我就开始接触音乐。所以讲学音乐安样的方式了，对人来讲，像一条新的路线。原则上係用呢一隻方式，本設計人會開一隻門出嚟。嘿，其實講吼，解下係將佢轉移注意力啦，因為該上班很辛苦嘛，想要轉移焦點，會失眠會焦慮，就是跳不開來啊，鑽牛角尖嘛。那後來我發現，那充實係制式的教育體系，冇按到多元智能，那這個搞興搞技係人定哎，喲，我是藝文優勢音樂智能的孩子，也是一個學生。我想應該免會影響到面對學教學生嘅教育方式。呢兩件事情有乜嘅接觸下故事冇？有啦，你可能嘅性啊，個性啊，就是笑笑的，因為你講你嘅表現，冇你要看球面啊，你得有笑容，所以佢要學教要表現哈，學生嗰時。在距離好近，學生一看到校長表演，哇，那他也在學樂器嘛，高中嘛都要搞樂器，其實我們是一起的，跟有一個話題。跟做幾條你研究嘅時候，有多乜嘅特殊嘅事情？應該有吧，因為做幾條當班，唔看人家看，兩啥看，等等人家表演，表演比看最嚟講啊，其實有隻專項做得人表演。唔過讀嘅表演嘅過程，嗰有嗎特別嘅故事冇？有啦，其實你講教育是生法，教育及生活，我係表達唔係淨係愛那個度打賞，打賞係小錢啊。咁講我上我是社會人，看看呢，你下你嘅社會有乜嘅問題，我就會大專學教，聽先生分享，聽你嘅主任教題，係咪考到高中樣班嚟辦學，還要聽學生嚟講你做面，樣班聽社會去接軌。有的像我以前讀到一擺哈，我唱，該行我彈吉他，旁邊一個主唱嘛哈，唱點當中啊，該有創業啦，打賞差不多是2個阿姨啦哈，20塊錢。喺一個阿婆的後部來啊，佢當後彈客家話嘛，客家歌啊，其實我這個係紅叫嗰時講，新夢呢度當好彈，100個元咯，我係當歡喜啊。結果吼，做個唱10分鐘，又該寫下這咯，唔想寫啊，學生啊，他們都15歲貴重，伊韓國咯，其實講，先生，我睇下哈，我打賞100個元，我做那賺你冇啊？我唔想打賞咧。沒記不得錢。沒記那一天，不過我家想吼，記憶體有困難啊，你搞容易然後就是慈悲心、同理心，還是想記憶體有困難，還是講你請。我說你就把它拿回去沒關係啦。所以我想其實對人安樣嘅性格嚟講，轉到學校地方，我係感覺學生係應該係懂咁人講法同。一般嚟講，我細讀嘅個社會時期嘅那咁老嘅高中講法，佢冇少年係都懂好嘅，係來講法嘅懂難嘅，呢啲懂難。所以講唔樣嘅，所以佢用表演安樣方式嗬。拉近兩沙，你嗰種關係嚟講，那我聽到就講，其實一直安樣嘅教育，你是喺想法，多嘅時間，其他老師呢，佢共用嘅想法，你講其實會有一些難於達成冇共用嘅。其實喺做街頭藝人以前哈，我喺度當鐵樹嘅興奮啊，興奮給槍叉司機開計程車。那時候我們學會就是溝通，以客為尊，所以應該做到高中以後，應該是當重視線上改善聆聽。我們不是早期啊，很早期的校長都是命令，行政命令哈，愛講，愛講一直照做。但是我比較是聆聽老師的需求。冇區用嘅老師有冇區用嘅嗰種教法啦，講法方式面冇區用，然後。佢哋咧老師可能脾氣較快一些，佢來講法嘅方式，然後佢當好欺負嘅先生都冇困用嘅，所以先冇困用。佢想面對個暗道，因為你就開放式教育嘅時候，用開發就是開發特質冇困用嘅4年嘅天賦啦，天賦嘅方式去教育其他度。我就想講，像按樣嘅方式，係未講要當到技術層面嘅問題嚟講，唔講上吼，我說因為聽到啊，安尼應該嚟談到當細緻嘅學生嘅個社會教育嘅部分，
你用来图按用多元智能的方式来慢慢的开发新年的一只新的技术。我想你海当人是讲走来抢嘅教宗，一定要教嘅教宗来，那你讲到底佢发到地位，你用嘅多元智能按量嘅方式去留嘅东南土嘅新年来沟通一下，你第一走嚟慢慢嚟谈按量。其實嘅新年咧應該係唔好管理政策啊。其實為內容喺度睇，所以他的學生呢，就等於是我們社會的縮影。第二位學習就等於講的社會人天然相處，所以我們的孩子第一點，一天的學為尊重，尊重禮步，我們不要求成績哦。心智夠分愛無障，你一天為尊重陪伴。所以他学会尊重，学会同理，学会聆听，他就懂得跟人家相处。这就是我们孩子为什么不同阶层的也好，哈，不同能力的也好，他都可以一起共学。就是他学会尊重，学会分享。哎，该是应该在学校当特殊的地方。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安尼请到千位各位高中来录你的节目了。你个高中喺太平国社会高中，其实太平国社做一只生态小学，可以当到当奇怪的东西吼，又有嘅乜嘅猫头鹰啦，又有蝴蝶啦，又有当特殊嘅一只双脚。双脚，一双脚到底係哪雙腳？你係用國語來講，一定要國語啊，因為愛好教育中有2種比較特殊的生態生物啦，一個叫做角紋小灰蝶，角啊，它是很小隻的蝴蝶，它對環境的要求很高啊。還有一個叫做黃嘴角鴞，鳥頭釣啊，鳥頭釣，那也是在我們學校那邊有的。所以因為有一個故事嘛哈，我們早期啊，我們在10年前，學生曾經釣到學生兒是到28隻，本來學校為密體的28隻，係本來學校係啊，關門的啊，結果該下於在雅歌教育基金會，就是來做實驗課程，該下是又引進一個制度，叫做貓頭鷹品格制度。貓頭鷹鳥頭釣係品格制度，他用貓頭鷹的制度引導學生哈，跟自我挑戰。貓頭鷹它的英文。講動都觀眾哈，我們底哈，它3個英文字母構成的，叫做 OWL，Owl，它的意義呢哈，用在我們學校就是 offering、wisdom 跟 love，奉獻，然後呢智慧還有愛。因為像按樣學校當到無困擾學生，一部分係採啲學生嘅，一部分係家庭較好嘅學生。像按樣，他特別的嗰種實驗小學校，咪當到嗰種體制內佢適應不良嗰種學生嘅，像那種3種無困擾嘅學生嘅，全部都一隻個社會自己，佢到底按樣嘅開放教育咯，佢慢慢窮下哈，雞兔同籠嘅感覺，窮豬幾同阿哋講嘅。其實哦，你該觀念轉一下，每個孩子就像一朵花嘛，一種植物也好。我們不會把同一種玫瑰花插在一起，除非是情人節啦哈，專心唯一嘛。你看我們所有的作品都是多元的，插花會有滿天星，會有葉子，所以他的學生呢，就等於是我們社會的縮影。第二位學習就等於講的社會人天然相處，所以我們的孩子第一點，一天的學為尊重，尊重禮步，我們不要求成績哦。心智夠分愛無障，你一天為尊重陪伴，所以他學會尊重，學會同理，學會聆聽，他就懂得跟人家相處。這就是我們孩子為什麼不同階層的也好，哈，不同能力的也好，他都可以一起共學。就是他學會尊重，學會分享。該是應該在學校當特殊的地方。像按樣話當特別的一隻生態小學哈，像應該係當到無困擾人來參加，因為像我就會常常想到講。佢當然啦，就個別教育咪吼。你識個學生嘅，有你識個無困擾嘅性格。然後學校又係最主要係學校開放式嘅接納你哋青年嘅，尤其這個當特別嘅想法課程。按樣做得去表達自己嘅想法，所以你係一種學校嘅對青年嚟講，親好一點。其實佢肯定，咱個做嘅問講，佢按樣係去
容纳按度嘅4年嘅无可用嘅想法，冇可能讲老师爱学叻，老师爱学嘅，然后就搞叻又搞嘅，搞嘅又搞叻，啊，你搞叻嘅就乱睇咧，去样嘅去调整两个问题咯。嗯，我哋线上来改行，我哋我先天线上沟通，先沟通好。这一个班级孩子的优势，所以讲你下班哈，你讲80%的孩子如果都是肢体动觉很好的，该你该数学口改时间，数学课的时候你就要设计那一种，那叫定向越野，有肢体的去计算外面的尺寸、跑距离、速度，用两种方法引导去学习。就用数学来学语文啊，不用那个体能来学数学。数学，对对对。哦，就老跟运动、老数学结合在一起。哦，啊，两边一直懂那边，懂那边。语文课它就是用话剧、演戏，用动。莫凑人啊，凑人线上讲，其实凑唔起嚟嘅啦。咁學生嘅湊唔起，其實談唔落去。所以我哋方法係用冇強讓多元智能、多元的教學方式，適性的。其實讀到嗰種東南教嘅冇，嗰種這種體制內其實叫東南習慣體制教育，亦都太平洋國際來時嘅，佢咩處在一種就會冇辦法融入。我讀多年學生係冇，一定要未哦。佢要買年處理。所以你看你嘅社會嘛，就話你乜嘢可以講呢？然後你社會嘛冇辦法處理啊，一定會有盲點。不過呢，你做在本期就參加嘅機會啦，參與感，他就會至少學習與人相處。學校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本學生呢啲家庭跟社會中間，架一條架橋，讓他社會化。即出去作為尊重陪差，作為聽陪差相處啊，不講樣辦。不過我是到對呢一種冇辦法學習嘅學生呢，我哋學校是講盡量聽家長來落來，係不家長哈，啲嘅學生佢嘅親身，即係講學校係學唔到東西，佢上課堂唔學唔怕，本佢盡量自我探索，我們還是在觀察，盡量觀察他，然後再找。你教育嘅語句我講，冇按照教唔會嘅學生啊，是要係掹簽到方法嘅進展。原則上係方法嘅問題，方法嘅問題。不過咧，我當希望所有嘅家長啊，遵從學校嘅教育方式啦。就是我們老師不一定是知識的這個權威，唔係講師愛小。你看現在知識這麼發達，資訊這麼發達，心態差是有嘛？所以我們老師已經變成了從主導者變成協同學習者、引導者，不能學生嘅設計來發現佢嘅問題，新方法，再去找答案，找到解答之後改變，我們去學習行動，然後去改變世界。係啲。其實相對嚟講，啊，是哦，其實你啊談到你啊，就會想到你啊台灣有學校嘅教育，咩有家庭嘅教育。你家庭教育啊，是到對高中嚟講，我是親無困用嘅地方，就一點講，你喺家庭教育當然做到學校老師做一點，做一批統，因為學生嘅上到學校去，早上可能8、9點開始到下晝4點離開學校呢一段時間，不過呢一定有老師批點嘅。不過安尼做家長嘅吼，都不較好。有時嘅吼，像嘅寒暑假吼，暑假比方暑假，冇來安排嘅嘛課程，有嘅某個課程吼，你就去挑戰一下，講我今年暑假，上下班以外嘅時間全部嚟上看來批兩4年嚟去做埋一件事情。跟住最想到講，其實你博下帶啲人記得當寫教。哦，你寫我啦，差唔多。差唔多，咩叫寫？就是3升4啊！哦，今年暑假吼，不然我哋就有計劃啊，講上去迄個蘭嶼。哦。伊上看那迄個地方，待4段時間，可能1禮拜2禮拜，伊研究一下講，你就比台灣還那細一隻小島，就係到底有乜嘅？可能有達悟族啊，有非裔有乜嘅吼？嗰啲就強啊！我這事情就出來啊，倒無限都講啊，那像2禮拜全部冇事情，倒困難，倒難。然後呢，等我又問你講啊，幾可能我又來講一個故事，故事講有隻獵人嘅故事哦。因為談到嚟獵人故事，佢當興趣啊，所以呢，談到兩個
故事大目嘅，然後其實同興趣。同有興趣。然後轉來轉去就這談到你明你嘅講嘅石虎啊，就係你以前石虎啊，講嘅貓科的，山貓啊。其實談到就講到一隻嘅，即個講故事比談嘅吼，就講一隻獵人老嘅石虎嘅故事。然後佢同興趣就開始用啥注意開始查嘅到底石虎喺呢度啊，然後石虎帶到那一片啊，然後你倆就青島堡一塊起始地嘅吼，就兩山就向下去研究，我話說真係當難。男主角啊，即個咩感覺講真係要花時間去陪同細年嘅一件事情。喺家庭教育裡面，你係清辛苦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實想到吼，海端一天喺上每日教狀，嘅因為學家教狀談到就農村嘅一隻嘅群齡教學安樣嘅一隻，我所以你隻群齡教學安樣嘅制度吼，圖你下嗰時候地方，我是都一隻同微妙嘅題材，而且海端來將個老教狀。向下好好嚟談下，談得啦，你隻混齡教學，我說你隻點當重要，我呀118歲，他學的沒那麼好，他家庭的給他的那個品格培養沒有那麼好，所以他講話的方式啊，沒有弟弟好，所以這個時候老師就可以去引導說，你看三年級的小朋友。表現得好棒哦，跟大哥哥講話好有禮貌，好，我們大家可以向他看齊。那哥哥他就知道哦，我這個以後跟人家講話的時候就要互相尊重，就是有互相學習，大的帶小的。所以混齡教育它的精華不在知識的傳遞，而是在共學、社會化、學習跟人相處。各位觀眾大家好，你係要進到哪啲教狀嚟打咗一個時間呢？今日請到嘅太平嘅社會教狀童校長，家呢有談到嘅混齡教學安樣嘅一件事情。我對你想講混齡教學到底係樣嘅，留差唔多120隻細年嘅，差唔多向下，係全部落到向下係你樣嘅本嚟咯。我哋嘅混齡教學哈係6班。通常係6班，不過大班是有經驗生到6年生嘅學生嘅，1到6年級混成一班，所以一樣是6班。其實一班裡邊有1年生到6年全部都有。因為你喺你家庭啊，講嘅時候好少啦，個兄弟姊妹少，其實冇辦法學習，同班同學相處啊，兄長弟恭這種觀念會越來越薄弱。還得有當時有了這部分啊，所以我們有特別設計。安樣方式，其實我這個感覺講，其實混齡教學啊，其實某個程度可以反映一下你社會嘅少子化嘅問題。因為少子化越來越嚴重嘅，然後當到屋企其實就叫一隻天天。像我有弟弟有妹妹啦，就親屬還有一隻家庭裡邊有一隻冇困擾嘅一隻細年嘅一隻團體，一隻交流嘅方式。其實像我就一隻來。我即刻咩會想講，杜甫卡地方就冇哥哥冇姐姐啊，所以像我哋混齡教學吼，意思就講，其實老按到冇困用年齡嘅細年，不用到一隻教室地方吼，向下學習。我一隻問題會做出來嘛，像向用一隻問題，向用一隻課程，給5年生6年生嘅一天有辦法做，給2、3年生嘅就有湯冇地啊樣，就讀都冇答對啊樣，會有呢問題。我哋學校設計嘅課程冇有呢種問題啊，因為一般咧感覺到上課就係上嗰種大家強班強下上呢個淨土齊頭式的教學嘛。不過學校係有一種課程，按到潛在課程，學唔到不過要學習，有陣時係你嘅品格，所以我哋有個混齡主張係本大界學生而帶世界弟弟妹妹從下到學習，但是有一個榜樣，哥哥姐姐榜樣。但是呢，這個學習很特殊，是大的不一定是教學者，就是說有時候哥哥他大的不能說長輩啦，就是大的孩子，他學的沒那麼好，他家庭的給他的那個品格培養沒有那麼好，所以他講話的方式啊，沒有弟弟好。所以這個時候老師就可以去引導說，你看三年級的小朋友，
表现得好棒哦，跟大哥哥讲话好有礼貌，好，我们大家可以向他看齐。那哥哥他就知道哦，我这个以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要互相尊重，就是有互相学习，大的带小的。所以混龄教育它的精华不在知识的传递，而是在共学、社会化、学习跟人相处。错啦，其實您講嘅學校就像一個小社會縮影。概念嚟講，其實係同正確嘅。佢聽聽嚟講就講，因為為咗按樣嘅方式來教育青年嘅其實你得要發展一種研究課程。就不管太大細啊，細大太一種像樣研究課你要開始做研究嘅咯。研究。太平國小最重要嘅一隻課程係研究。我们要让孩子天天有发现，处处有学习。就是我们营造生态环境，它的目的。我们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发现问题，找到方法解决问题，然后去改变，带来改变，然后再影响别人。所以我们的研究课是从1年级经验生开始。1年生。國小1年生。經驗生，我哋係全國每日經驗生開始做研究。普通係5年生、6年生做研究課。條經驗生開始，咁學生嘅其實生活地位拄到乜嘅問題，但係佢學校地位看到乜東西都做得做研究。從以前要學生研究乜嘅，你學上唔到，佢研究放屁，用眼手，當然是啊，就研究嘅金字塔，就研究太空人，就研究巧克力，所以這是當神奇。韓國佢即家。學會以後，佢就交配曬。研究發表，當然佢哋我哋半爽嘅發表完優選我哋全學校家長面前發表。開始有個學生咧，向家長落去佢理通操到嫩。其實像按樣嘅國小慢慢嘅佢會上到國中，又上到高中，慢慢上到大學嘅問題。像按樣嘅國小會用按樣方式嘅教育。當然，你喺台灣有一些嘅體制外冇咁樣嘅國中、高中，帶動你喺4年嘅慢慢一路上登上。同一個系統。同一個系統地方。不過像按樣嘅問題，因為你喺太平國小就是國小咩，佢係咪有國中、高中按樣嘅即係發展係咪開始？所以對於來講，按樣嘅係個問題。我哋做你下實驗課程到你下10年、10幾年。出去嘅學生咧，將來嘅回饋都當好，因為我哋有研究課，教學生嘅樣板學習，所以喺學校佢唔係淨係學知識性嘅東西，那個網絡上都有，佢係學習樣板嚟學習，樣板發現問題，樣板聽答案，樣板嚟解決問題，所以我哋學生嘅出去到國中，前3名嘅當到啦走社團幹部嘅，還有小組領導的很多都。高中大學之後我哋學生要在當特殊嘅地方，係佢哋設計而乜解，因為佢做過研究嘛佢哋設計嘅先係乜解，我的優勢是什麼？他知道優勢智能，所以佢先課改改佢唔會先分數過名校他不選，他選自己喜歡的。他中意偷嘅嘅所以學用的落差學太容落差就減小。所以原則上唔會讀到講，因為堂類似像按樣特別嘅教育系統其實基本其實講，因為佢一隻系統留你下社會嗰隻系統，原則上冇權用，所以佢出去嘅時佢會留你一隻體制，要一個衝撞一敗。所以對於高中嚟講，按樣嘅衝突過去有發生過，都其他學生嘅。家長係有衝突，而且有衝突點嘛？感覺啲觀念觀念當然可是我們說危機就是轉機，衝突就是一個轉機的開始，就是創意的開始。冇強人來放棄，行出冇強人來路。你也聽大家強人還是從共創人走出來東西一模一樣。當然改社會，當然冇強人改東西。其實你睇體制真強嘛，真強就講你都學地方搞出搶注係機器人。就你睇系統，齊頭式嗰種教育。齊頭式教育很可怕。真強就講大家對一隻事情的反應全部都權用。但係件事你大家都搞幾個，你應該要叫字，叫做叫字。對按樣嘅事情，你應該要收，叫做收。按樣。對按樣嘅事情，應該要漠視，就冇插佢，叫做冇插佢。所以變成講對按樣嘅一種集體式嘅
意识形态的嗰種教育吼，變到講細年啊，慢慢就接觸冇辦法發展出佢自家獨立跟特別的嗰種心境，所以其實安尼太平嗰時候某一個程度來講，其實係慢慢用一種方式來改變安尼嘅環境，你係咪自家嘅感覺？伊係吼，本學生要自家嘅想法，因為人云亦云，自家會親問題，所以我們的孩子哈，那學生會跳脫框架，他沒有框框，所以有時候哦，他到國中會有一段下來成就低一點，可是他很快就找到方法。其實像本哦，像安樣跌下去啫嘛，因為我讀到同到朋友長洲安樣哦，伊說是個大家個社會是個。也就像佢老嘅校長嘅觀念同佢咯，其實原來佢唔係聽重視細年嘅成績，盡量俾自家當好嘅發展。像我做嘛，自家想辦法尋問題、解決問題。不過佢一脫離個社會，沒到個特殊系統，佢一到體制呢，個前一年前1年半吼，我嘅細年規則做當艱苦，佢可能面臨到一隻適應不良嘅問題，知道嗎？我哋有教學生哈，唔會。當到家長希望啊，學生嘅國小哈，快樂啦學習。咁我哋有教育界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叫做“快樂學習安樂死”。乜嘅都冇學到啊。但是我們快樂學習是因為他內在動機，佢總愛求係愛求自家好嘅東西，所以當快樂。從愛搞音樂愛當快樂，愛到音樂地步，愛領悟到嘅東西，開始融入盤合。所以我有很多哲學的觀念是來自音樂，比如說音樂的一首歌，音符，我們每一首歌的音符要去處理，一首歌的旋律，還有一首歌的強弱，啊輕重，這就像跟人相處一樣，見樹要見林啊。其實談到了音樂部分啊，我就想到其實高中原則上某一種程度可以帶在一種街頭藝人安樣嘅心情，用安樣開放式嘅方式來留下嘅學生嘅溝通。冇講說咧，其實你係你衝撞到體制啊。其實我試到下一段來做嚟談一下，像一直安樣嘅街頭藝人嘅校長，又個街頭藝人嘅生活究竟係乜嘅？安嚟看嗰啲 VCR，嚟看一下咧安樣嘅一隻特別嘅個社會校長，做街頭人物，到底點樣嘅反面做一隻表演嘅工作。好來，後半夜，路途很遠，一起唱。做呢個教育應該，尤其喺呢做教長，都會特別關心自家嘅文化。喺讀學校地步看到嘅係學生嘅嘅客家話，傳到讀教師地步，啲嘅課本地步呢。所以出了教師以後，學生嘅當少講客家話，所以我哋當少一啲客家文化。到我哋一台，到下一台會講嘅就比較少，咁冇吞睇起嚟。所以我希望經過自家嘅表演，本學生呢對文化、對客家話也好，對客家嘅藝術也好，很好有興趣。至少就是引發他們對客家文化的關注。天長夜呀，天長夜，你們跟着我說一次。天長夜呀，天長夜，來你們說。哎，對，好啦，天長夜呀，天長夜，你們說。對，拜天公呀，拜天公，換你們說。有咧，近時即看到觀眾朋友，佢哋唔管係裝上也好，拍手裝上，然後講幾種錢來打賞，佢都遲到嘅對我哋來講當係嘅肯定。我遲到同我哋一台。來要你嘅責任本文化，台創新下去，所以我會想到街頭表演，本很好動員彈到客家嘅歌曲，經過我哋嘅興奮，就會讓向很好動員，一直到你係當幸福嘅一件事情。經過了這樣按到美的分享哈，分享心情，分享學習的困難。跟媽媽講的心裡的話，跟老師講心裡的話，媽媽也會在上面注記，老師也回饋，我們就一起陪着孩子做一點嘅事情，溝通，所以它不叫聯絡部，很多美的分享。
各位观众朋友啊，刚刚你看到一段校长高中的个街头艺人的 VCR， 其实看到这些想法，真嘅吼，人讲从街头当牌哦，就是看到你人生百态哦。啊，像做一只街头艺人，按球的时间哦，其实咪应该看到当到无困扰的人生，对那个面前那样行来行去。不过其实最好奇的地方就那样，就讲清做闲的时间，那样的行到那条街头艺人的路当牌。其實我想大家都知哈，做教育仍然最大嘅好處是穩定，安定嘛，穩定。但是我覺得做一個教育人員應該跳脫原來的框框，走不一樣的路，才會有創新的教育。所以我就從自己心態開始。其實一開始因為表演那個壓力很大。我睇白係當害羞內向，當內向嘅原因，所以因為用把行出去哈，就講本身較壓力，把自己推向舞台。剛開始的時候就是要給壓力，唔講開始的話，壓力是係你成長的動力，壓力就是成長的動力。所以我一直也勉勵學生啊，勉勵我們的老師說，有時候要嘗試改變，不要怕學習，那個帶來的壓力就是以後我們進步的動力。所以應該都該睇表演該下，一開始吼，這些大模啊，來挨得冇邊看到，冇邊認出來，害死害死，要咁該下要5、6年前才開始學，太難唔好，該下當新夢你該你按到好朋友吼打賞鼓勵愛，所以愛啲你會也看到吼。學生嘅學習聽呢啲外部表演強咯，或者舞台，認真要舞台，你是要年年嘅同列啦哈，去學習，你是我新功。所以我認為在街頭表演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會把這個啟示帶回學校給孩子。佢唔可以帶動嘅學生嘅去街頭表演嘛？有兩個經驗嘛？因為學生嘅記得哈，因為還係以學校嘅學習為主啦。開始唔講，我哋今年陣時開始愛小提琴。小提琴。我哋今年陣2年陣時開始學咧，我們算是藝文學校啦，藝文教育。咁個學生呢，喺上排頭咧學校界下，喺發現學生遇咗動態界，學校界學風嗬，遇咗問題就係講，私立半上年來，佢下課全部卡都冇搞啊，變到作業啊，喺上按聽打上嚟，喺時啲嘅學校界睇書下，大家擺上。喺10點10分到10點30分啊，10點10分到10點30分，台階嘅下課，還是就個分上課時風，還是街頭藝人要經驗啊，彈吉他，喺學生看到哦，演得好似唔講哦，要你用啊，好讓我釋放來生氣啊，所以記得時開始哦，學校是彈到音樂上嘅，所以開始我係家庭外部嘅經驗帶到學校吼，表演以後，本學校嘅風氣歸下改變。想按樣嘅學東西嘅過程哦，都學到特別，比方到一隻音樂元素特別比較。其實我都會想講，其實音樂按樣嘅東西吼，就對於隻生意嚟講，係屬於改變動態啦，係是改變動態。對人嚟講未係咁樣。不過按你樣想講，其實你下嘅談教育嘅部分吼，你認為去老家長吼。去溝通溝通嗰樣嘅事情，所以因為唐起來講，太平國社會一隻研究生冇乜嘅功課嘅地方，有功課研究課做研究啊。佢當年唔是下師全部家應該有乜嘅，像你一般嘅要下師啊。你講國語數學都有，全部有。我們國語數學自然社會課都有，早年都改。咁我喺度上課嘅放翻冇咁咯。比如說，他用演戲的方式上語文，跟沒有聯絡部我哋按照美的分享，每天一篇圖畫或者作文，所以我們老師很辛苦，當日都改一篇作文，附上係你在教育處嘅規定好，即係學期啦嚇，6篇，我哋會當日一篇，所以該線上下課哇，你都改到5、6點啊，都辛苦。咁個學生啊，其實經過了在按照美的分享哈，分享心情。分享學習的困難，跟媽媽講的心裡的話，跟老師講心裡的話，媽媽也會在上面注記，老師也回饋，我們就一起陪着孩子做一點嘅事情，溝通，所以它不叫聯絡部，很多美的分享，美的。其實像按樣當好嘅觀念吼，我喺想講，想用按樣嘅方式老師你呢，就是溝通事情啦吼，佢
对做一只高中来讲，都几只，按你来讲吼，诺贝尔一般的教育一只系统、一只制度。嘿，你下高中你下图嘅太平嘅时候做一件事情，实验，实验慢慢的有没有出现一种系统制度？一啲定义喺系统制度嘅时候，是都问题就慢慢的走出来。所以拄你下其实高中也发现到讲，判那样嘅太平嘅社会，按样嘅教育制度，真难的问题嘛，喺哪几点？你下最难个师资。仲係师资呢？因为台片好搞哈，你讲危机也是转机啦，转机也是危机。因为他在走实验就是有转机嘛，但是实验课程一般老师在师资培训的时候，师范教育没有，講嘅太好嘅時間冇學過，所以佢來到會重新學習，他會有壓力。那外面轉調進來的老師，他會有不安全感。從來都有生態探索課、研究課、弦樂課，就有咩引導，還有多元智能的課程上課方式，還老師都會有壓力，所以老師流動是一個問題。流唔係現在。幾年咯，嘅學生嘅教一年，每年要揾一隻先生來教，對學生嘅嘅嘅心，你化嘛，心化了必搏啊！你啊係普通嚇偏向嘅教育都會拄到，咁講喺度以後嚇好當多，因為看教裝當一小面啊，要按人刀啊嚇，什麼線上好多啊，那我只能靠我的魅力吧，老師，講正詞講笑，咁啊係喺度嗬，盡量安排線上有學習嘅機會，即係講安排那個真人研習工作坊，教師專業成長，讓老師願意留下來。而且我們很重要，我哋有一張大坪教育基金會，係家長先立嘅，係機會補助我哋線上嚇有經費。譬如講，佢哋係要寫多元智能教案，其實我本機獎金。因為留下來人員，我哋交通費補助幾多，係家長出錢。因為我部隊嘅家長佢講，人家反應難好，我希望線上都會留下來啦。其實像那樣嘅問題師資不容易留下來的問題前面好像應該會慢慢地不同的事情改變的。不過你想講，台灣呢隻國家差唔多行1個月時間，漳州的本鄉太平嘅時候，按樣嘅教育系統變到黑台中嘅一種，差唔多行咗當叫門，最困境嘅應該冇辦法。不過我哋係這樣實驗，也就是一個亮點。我哋係做嘅熱新工，其實做嘅用嘅技術是熱夠啦。所以剛才講線上嘅問題師資是一個大問題，還有我們的教師師資培訓系統。你看厲害實驗教育還有一個系統叫做華德福，我有談過哈。華德福它就有自己的系統，老師有培訓專門的機構幫他培訓，老師來到不管哪一間華德福都可以任用這些老師嘛哈。但是大坪是全國唯一多元智能，所以講我哋有線上內動我去搞衝高，所以那是當從容，當台嘅挑戰。坦白啦，我哋希望是經過我哋聽信州教育大學合作是他們教授帶領我們計劃主持做師培、教師甄選，還有老師自己的理念，他要認同開放，認同共學，跟學生互學。現在最流行的叫做學習共同體嘛。我們學校10年前就是學習共同體，混齡啦，共學，老師是配角，學生是學習的主角。係啊。其實講到輕重要一點嘛，就是講，其實你講學教。咩學定夠天吼，即講學教嘅就วิศว到底對安尼嘅青年嘅下一代伊嘛該當重要嘅觀念嘅教育風氣。其實我當輕重要一點是就講，其實唔係老師愛教乜嘅，應該係學生想學乜嘅呢件事情，還是好輕重要。比如講，其實你喺太平國社會都一點嚟講十分好啦，就講人生佢出發嘅方式，就講唔係講學教全部來規定學生嘅學乜嘅，要當他一部要當他一部分嚟講，學生嘅自己想要開始學乜嘅時間，老師將要想辦法，看有辦法教嘅學生學到佢想要學嘅東西嘛。我想其實你點可能就可以
他们嗰時候多啲學是都輕鬆一點嘛。你講教學相長吼，真嘅係老師啦、學生啦、老師兩啥按樣一定交流，交流的後尾就發展出一條新的路出來。其實我見比當中有，因為真嘅談到動到，人係即個導演關係嘅事情，因為我只拉一張 QC， 我談嘅高中吼。一定不搞高中等到談啦，我就點樣專業時間好好，人來一隻好好嘅交通呀，可以拍個這個前度一隻，自己不卡點樣新嘅嗰種交通方式。狗肉方式。想今日當謝謝嘅高總，來到你嘅節目來了，大家講下嘅台灣嘅社會動盪嘅事情。我希望大家有閒嘅時間真係帶自家細年嘅，每天有時間走到暗夜去讀書。我親手假年嘅時間去到嘅他們嘅富區嘅學校，看看你嘅貓頭鷹啊、蝴蝶乜嘅我是都陪同細年嘅，我是都做嘅親好嘅教育希望大家看到呢這邊時間做到專業停定你高中嘅上班，你想一下改變一下自家老自家細年嘅交通行個教育方式，你大家有咗按樣一些嘅改變，我是都了解就當好。安子希望你收聽希望看待TV時嘅角度來前，高中來談不一樣嘅話題。太平國社會彭明君，我是都佢唔係高中，佢一直做嘅學生誒，佢先老自家變成學生誒，再變成正經嘅高中誒，喺人看到佢老一群後生人。能夠當到4年去到鄉下，唔會感到奇怪。就像佢哋做街頭藝人嘅時間，佢一次做了學生嘅去到鄉下。人講教育就像種樹一樣嘅，我是到高中，佢每一家種樹嘅人，佢係會教育學生嘅變成下一隻種樹嘅人。